關於勞動法嘅檢討咧，因為施政報告都好明確講咗，今年會喺增加年假同埋產假嘅方面開展研究。咁呢個方面其實我都好認同，因為作為勞工界提呢個建議都提咗好多年，咁今年終於有一個方向啦。咁但係其實係咪已經放咗喺社協作為一個工作計劃啊？幾時會諮詢居民呢？有冇時間表？勞工法嘅檢討其實喺我哋個角度，唔單止係年假產假要有提升。譬如話，一向我哋講打擊黑工、追討欠薪、其他休假制度嘅保障檢討，呢啲都係需要去做嘅。勞動政策方面，譬如而家嘅年假強制性假期，包括產假咧，產假補貼嘅年底就已經係結束㗎啦。咁到底其實政府嘅話，而家目前就話開始研究，但係實際上有冇擺落去而家，譬如喺社協方面嘅討論，會唔會擺落今年嘅一啲工作計劃入邊？同埋其實而家政府目前嘅取向又會係點樣呢？年假產假方面，我哋有一個時間表嘅嚇，今年先做咗調研先，亦都配合特區政府成個施政嗰個工作嘅進度嘅。我哋希望喺呢方面嘅工作咧能夠加快推進，亦都理解市民大眾係對於改善咧勞動嗰個權益方面嘅需求嘅，亦都同翻世界各地咧作一個橫向比較。但係最重要，我哋都要關顧埋本地企業，尤其是係中小企業佢個承載力，因為我哋而家面對咧百年未有嘅大變局，外面嘅大形勢係一日之間都可以變幻莫測嘅。大國佢所做嘅各種嘅措施反覆無常，我哋大家要做好一個適應嘅準備。對做規劃嘅人呢係有困難，但係我哋係以一個不斷咁樣去觀察、謹慎、審慎去研判之後，做一個判斷之後做規劃。咁呢個同翻你哋，但係希望可以聆聽在座各位嘅意見同埋社會各方面嘅意見，加埋我哋綜合評估去做。